我来看这个郭文摕甲伊的副手吴欣盈，今仔日是做伙来开金融证券的记者会。吴欣盈正就是这方面的专家。 伊伫咧台顶讲将近15分钟，讲应该爱甲金融的课程融入到108的课纲，互囡仔自细汉就开始来学理财。另外，赖清德到台南府选真自信，讲大家会当比较一下，看倒一档做市长的时阵备案较少。结果，互郭文摕甲洗面，讲供电、路破、爸爸的枪击案、二长的贿选案等等，这的备案是倒一档做市长的咧。 另外，郭文摕嘛呛问到赵少康，什么时阵要辞掉中共的董事长？那么今天可以说是柯 P 跟吴欣委员分进合击，要翕相和总甲清查，就爱注意。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特别替边的郭文摕敲徽章。详细甲看，西装顶那原本的 KP 徽章，佮加一面小国旗，想要到这竟然互拿赢的支持者真紧张。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想要干什么，所以常常是这样的。我们是用简单的心灵面对复杂的世界。不过在这个地方我要做一个结论：台湾不是民进党的专利，国旗也不是国民党的专利。 前一天桃园的造势现场，民进党划出72000人到场，那乌客家票，更敢头前的小国旗，红解释做是要乌换哪一票？要过这对郭文摕来讲，拢无重要。所以最近不管国民党跟民进党在提出那个居住正义的政策，在我看起来都很好笑。 对台湾的居住正义，我的回答是这样：笨蛋，问题是房价。用证件拍拿个美的，有投资背景的副手吴欣盈更加是真有想法。法会的一些金融课程可以放在台湾的学业的这个108课纲里头，来提升加强我们消费者的这个金融的这个 know how 跟资讯哦。徛伫台顶讲特别15分钟，记者会顶的1点红，吴欣盈主要来讲政策，啊那。 政治嘴软战都搞好郭文摕。来，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：光电、卢渣、88枪、议长贿选案、陈宗彦，还有个陈凯琳，还有没有？我想这个诛完不及备载，其他人会帮我补上去。今天再补问一条：那中广董事长什么时候辞掉？难道是非对错你不知道吗？ 行出白色的路线，大选剩无1个月，郭文摕火力全开，拍哪力拼政见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